道1号大雅交流道接台74线通车了，打来通勤族中亚西半点钟的车程。请用钱。行政院长陈建仁甲各界贵宾做伙剪彩，宣告台中人期待真久的重要的交通建设——国道1号大雅系统交流道接台74线正式通车。这项工程，中央甲地方总共开超过62亿，时间4年，总算完工。我们碰到了 COVID-19 的严峻疫情，还有营造人力的短缺，还有物料的价格飙涨等等哈。但是我们工程的团队大大缩短了施工所需要的期程，也就是人民所需要的，我们不分蓝绿白，大家团结的建设了我们的地方。终于让台中市民在这个重要的交通节点上面可以来打通。加上去年初国道4号丰原潭子路段通车，台中地区的交通路网有国道1号、国道3号、4号加第74线的串联，连接山线甲海线，嘛为中部乡亲带来更较利便的交通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